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就是姑，姑就是称呼老母的兄弟啊，像咱讲阿姑，另外嘛有人尊称是母姑，那老母的大兄叫大姑，另外称呼母的兄弟啊，就叫做妻姑或者是姑啊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舅，托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姑啊，也就是拄则讲到称呼母的兄弟啊。第二个词叫做姑啊探房，是咧讲结婚后第3天，新娘的兄弟啊来到新郎的厝内来看新娘结婚后生活的状况。那查甫这边就要好好啊甲人款待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天顶天公，地下保舅公，结婚后毋那是姑啊来探房，和阿姑嘛来关心。对伊的外甥女，敢若是家己的查某囝共款安尼伫咧看待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句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